台南有一个女性呢，伊初三半暝洗身躯的时阵，发现讲有人甲偷看，伊就去报警察。警方落尾也抓到这个嫌犯，是用这社违法改罚3000块。这个查甫人伊讲伊无法度接受，不过律师是解释讲，目前规定，这嫌犯若准无使用任何的摄影设备，就袂当用刑法来解处罚。监视器翕到一个青训的查甫人，半暝出现伫咧南区的一搭社区，到打起哩汽车的引擎挂，偷看当咧洗身躯的女性。查甫人发现嘛随报警，警方甲嫌犯抓起来，落尾算是用社会特殊维护法开罚3000块。由于本案未透过工具窥视，不构成刑法妨碍秘密罪，本分举罪于3月14日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新台币3000元。不离个受害的女性也是气喘喘，认为这个事件致使伊神经拢白安安，造心甲需要去看身心科。其他女性民众对这个处罚嘛无法度接受。在睡觉的时候，一旦熄灯，我听到声响，我就会有点紧张，然后会担心说，是不是有人在附近怎么样之类的，对别人造成心理上的伤，罚那么轻的话，没有办法很有效的遏制这样子的行为再次发生。好像没有站在被害者身上去着想，反而是加害者好像能够食髓知味的感觉。这样太轻了，这样会让有心犯罪的人觉得犯罪的成本很低。事实上，警方调监视器，确认这个查甫人毋是初犯，也毋过根据现行的法规，若嫌犯敢若用目睭看，无使用任何摄影工具也是设备，就无算讲违反刑法的窥视罪，敢若会当以社会特殊维护法开罚。充其量只能够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处以罚款。另外这边呢，也建议被害人可以依照民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来请求行为人负担损害赔偿之责任。这个案件致使受害者心理有真大的创伤，也事件发生的社区，当地里长为了防止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表示会加强社区的巡逻甲宣导，加强保障女性的骑驾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